来看这个高雄爆发着庆节，警察开8庆，相关道亡13点钟，互警察站起来。这是发生伫个小港区，有一台小客车，无爱配合零检无打紧，过来冲撞警察，加速度来逃走。当时警察是哪走哪入哪上准车，连开8庆，整个烧肉的过程是惊险万分。尾也是互嫌犯走去，2个员警嘛来受伤。事后警方查到线索，这个嫌犯就秘伫某一栋大楼的出租套房，原来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。这代志发生经过13点钟后，甲人逮捕归案。前起我，你现在踩我就马上。警方过调查，不过车顶的男驾驶唔肯配合，各大油门想要绕跑。2位员警随提警棍，甲他们讲好破，伸手要阻止查甫人绕跑。双方悠悠辣辣，驾驶无愿意配合，阁继续挖苦。员警拿走，拿对车开几啊枪，嫌犯上尾也是找到绕跑，佮等伫边，就安尼对小港区比去另外区。毋过较无一天，嫌犯都互掠着。先生。胸口、手铐压伫涂骹，和当时期检，各拢员警的气势完全无同。搁伫伊的牌仔内找到食毒品的工具，嫌犯的身份是一位毒品通缉犯。为了避免这个6个月失去自由，他只好奋力一搏，来脱逃我们警方的这个追缉。因为警方查到身份，就要去戒毒所。涉任的嫌犯昨下晡伫高雄小港区某一个停车场期检绕跑，2位员警伫甲约的过程当中手嘛着伤，结果嫌犯走无一天，上尾要上掠。在这个案发现场不到3公里的就汽车逃逸，就改成摩托车以及换搭计程车，以规避警方的查缉。毒品通缉犯走袂去，这声个因为期检绕跑，加上冲撞车辆，要加面对几啊条，包括妨害公务、伤害和毁损，各有公共危险等罪嫌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